台中有一个30多岁女性，伫2当前，伊注流感预防射了后出现后遗症，目睭开始会感觉蒙蒙，互医生是诊断出这是视神经炎，尾也有摕到4万块的救济金。疾管署即马表示，注流感预防射了后，伫国际上出现视神经炎的几率，敢若是1/1000尔，所以这个案例算是真罕见的案例。 注一人就会当预防去患着流感病毒。不过，台中一个30多岁女性，2021年注流感疫苗了后，正病的喙皮会流、甲目睭蒙雾等等的症状，叫医生看后诊断是视神经炎，虽然无法度确定敢是有关联。不过，卫福部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小组，简称 VICP， 要是放任认定，决定予伊救济金4万块。 国际上的文献是显示说，接种流感疫苗后，出现视神经炎的这个发生率呢是很罕见哈，是1/1000哦，所以是一个相当少见的一个状况。疾管署表示，视神经炎上接看的症状都是视力下降，发生的原因可能甲感染、自体免疫疾病有关系。不过，注流感疫苗了后，发生视神经炎的几率增加，嘛真罕见。国内顶一个注流感疫苗了后，视神经炎的核定救济案是伫2021年。 视神经它是中枢神经的一部分，所以很多人打疫苗以后，有时候会肢体麻痹啊，或出现一些跟这个神经相关的一些症状。那如果发生在眼睛的话，就产生视神经病变。疾管署强调讲，大部分视神经炎的患者经过全身性类固醇及时治疗了后，视力会豆豆恢复。所以要是呼吁高危险族群，爱赶紧注流感疫苗。那卫福部 VICP 审议小组最近开会，拢总审议134个案。 有7案核定发救济金，包括新冠疫苗5案、流感疫苗1案、卡介苗1案，分别领到台票5000块至6万块不等的救济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